亲爱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们为过去一年主你所赏赐予我的恩典，我们恳求感谢。特别，阮也要为所有阮有得到主的应允的基督中来感谢主。阮过去一年所经历的，拢是伫主的手中，加最新的恩典、新的信心、新的启示。主啊，若有人伫基督内，伊就是新造的人，有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拢要变做新的人。求阿爸爸上帝，互阮袂记哩背后，阮努力面前，阮用新的心情、新的感恩、新的心态来迎接未来的生活。伫新年的开始，阮需要你带领阮来面对未来。阮期待这新的一年是丰盛的一年。阮知，只有你会当互阮力量甲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求主帮助阮谦卑、谦卑，将阮交伫你的手中。阮辛苦你，我们伫新的一年中，会找找你的旨意。伫未来无确定的生活中，我靠你。阮知你听阮，阮生活中，阮难免会拄着失望、甲伤心的失志。求主你坚固安慰阮，互阮伫主的保守之下，有勇气选择正确的道路。毋望新的一年，互阮充满期待甲信心。今仔日，阮迎接新的一年的主日的开始。阮除了感谢以外，阮也恳求天父，互阮会晓算家己的年日，咱怎样要来把握未来的时间，要来好好疼上帝甲疼人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伫新春万米换新的时，恳求主也换阮的心情，互阮用新的方向、对的方向、甲正确的目标来跑走，互今年过甲更加有意义、有价值，活出基督耶稣基督的模样。阮恳求基督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
哦。